維持佢生命之間，即係夠唔夠之間要考慮做個決定嘅時候咧，個心情係好短時間可以再過山車咁樣上落落，就終於同自己講，我係需要做決定。呢個畫面之前我已經喺度彩排緊，去到真係簽嗰一下，其實好特殊。治療嘅過程入面咧，有狀態好啲或者冇咁好嘅，咁我哋又點樣去做一啲選擇？其實都係幫佢減少一啲擔心同驚。咁啊，大家可以試下開始感受下、玩下，喺入邊咧又做一啲嘅選擇。